春拳大赛终于开幕了，我要去露一手。真的吗？你有什么招？董师傅果然名不虚传啊！年輕人，喺度練。好的，好的。2026國際詠春拳大賽高手如雲，全球17個國家同地區，近4000名選手，13支系同台競技。智能功夫中實時打分，速度力量精準量化。世界詠春齊武佛山，去！